DSE 作文有個我好中意嘅技巧叫做 proper noun 專有名詞，即係嗰啲呢，好似小學一度話你要用專名號間低，但後來大個咗唔知點解又好似話唔使間嗰啲呢。嚟到 DSE Paper 2呢，唔係所有名都任得你改噶，正如你自己一定係 Chris Wong， 你老死一定係 Mary 同 Peter， 你班主任又一定係 Mr. Smith 或者係 Miss Young 咁咯。但除咗呢紮之外，冇話唔得嘅，其實你都可以有命名嘅空間。正如2022年，你可以幫條瀑布起個名。2021年香港笨人學校嘅 School Fair 成個主題，以至於啲 food stores、game stores 都可以改名。2014年 Part B 寫成400字，唔係唔幫人哋個 local fitness centre 改個名啊！哇！2020年去戲曲中心睇晒成套戲曲都噏唔出人哋個劇名，說服力真係爭啲喎。講到改名呢，朱老師近排有幸親身見證呢間 Lab Right Lab 嘅誕生。呢個名呢係近排我非常之難忘，覺得非常之出色嘅一個名，同佢嘅業務都有關嘅。不如大家都估下呢間 Lab Right Lab 係做乜嘢噶咯？嗱，俾我提示大家，佢唔係健身中心嚟嘅。Lab Right Lab 唔係嚟做 gym 嘅。OK。冇錯，Lab Right Lab 咧係一個跳舞嘅 studio 嚟嘅，坐落於觀塘海濱。朱老師咁大個 Gen C 咧，都係第一次踏足官賓呢一個聖地啊。C 係 ABC 個 C。跳舞嘅呢，朱老師真係識條光管嘅。咁但係英文作文嚟講，proper noun 嚟講，同佢如果真係講到跳舞咯，要提到一間 studio 咯，放個 Lab Right Lab 落去，即刻醒神好多，有說服力好多。最重要係你唔會串錯呢3隻字啊嘛。呢間未必係世上第一間 Lab Right Lab，但係做跳舞 studio 嘅招牌，佢應該係第一間。除咗好貼地幽默，會令人聯想到跳舞，我亦都非常欣賞佢對於發音嘅小研究。真係由細聽到大，唔知點解就係 Lab Right Lab， 你係唔會聽到 left right left， 個 left 冇咗個 T 冇咗個 F， 最後係好似個 lab 音就係我哋見到嘅 LAB。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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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left, marching in parallel step。 由細聽到大嘅呢，真係冇意識去深究，只能夠將呢個都非常之高深嘅發音現象議題呢，交俾高手去解釋。而改呢個名嘅朋友呢，都絕對係一位高手。佢令我哋好似翻返去童年一般感到親切，提醒我哋跳舞 at the end of the day， 只唔係一件左揈揈右令令嘅事。以上就係朱老師近日覺得好值得開心而又同英文有啲關係嘅一件小趣事，特此紀念。嚟到你再一次恭喜3位老闆。各位觀眾呢，就算無法親身到現場，都可以試下下次作文同跳舞有關嘅話呢，當去咗當打卡好冇啊？可能聽講好似會加啲分個噃。